呀，立法院伫休会进程伫即届嘛有三读通过电业法第49条的修正条文，明定后摆这电价法律的审议会成员内底，专家学者相关的民间团体代表要占一半以上。另外 ，NCC 组织法委员是规定要限连任一届，只是届 NCC 的委员是任期会做到这个月底，就要佮重新提名，所以立法院伫后一届的会期就会行使新的 NCC 委员的人事动议权。我们决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处置法第4条条文修正通过。立法院法案大清算，针对 NCC 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被民众党立委无投票，那赢以52票对立赢51票，三都旧委员延任的过渡条款，修改 NCC 拢总7个委员任期4年，改满会当连任的规定，改做任期4年，而且敢会当连任一届。我们同意 NCC 委员的提名权应该要由行政院院长所来加以掌握。我们希望行政院院长他推出他的人选，能够有一个更慎重的审查机制。可以担任 NCC 委员的，都是长期在相关领域有相当长才、有业界、有学术的基底，但是因此来限制了他们的延任，这是非常不智，也相当可惜。虐待儿童的案件，立法院嘛三读通过刑法第286条条文修正案，加重虐待儿童的刑责。若苦毒7岁以下的囡仔，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妨害伊的身心健全，或者是发育，甚至是致使囡仔死亡、重伤等等，会加重一半的刑责。希望通过了这样的草案之后，能够有遏阻的效果。我们不要再看到下一个凯凯。如果未来还继续发生这样的状况，没有办法只用刑期加重1/2来威吓这一些恶徒的话，我相信未来在立法院，我们还会继续的来修法。4月初一起电前嘛引起关注，立法院嘛三读通过电业法第49条，明定电价法律审议会成员，即学者、专家甲相关民间团体代表，袂当伫1半以下，要以公平、公正、公开透明为原则。我们希望未来电价的审议可以更专业，可以更多元，而不是有更大的政治决定的阴影。要求民间的专业的委员要超过1/2。因若公牛收购的计绍，从2011年到今拢无起，要停伫1公斤26块。若被提修正动议，拢主张1公斤为26块，调到31块。另外，解除禁止民众组团去中国观光的限制，若被以社区的优势表决通过。因若邀请总统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这案，嘛已经通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